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福起来，我係阿明姑劉浩明，今日各位好冇？我哋一幾年從那些電視、網絡、太陽地方看到我哋中國的武術又開始被他人重視。我哋今日有請到兩個來賓啊，兩個來賓同武術有關係哦。伊哋係我哋2018年第25屆全國中華文化藝術宣傳獎中華武藝的得主。我哋吳明忠教練嚟到了現場，同時還有一位妹嘅，一位妹咯係我哋2021年全國運動會5次減速同重塑的一個雙料嘅一個全能的冠軍哦，我哋馬上歡迎伊的，同我哋講我哋國術同我哋武術有冇差別？我哋歡迎兩位來到我們的現場。你好，大家好，我係吳明忠。好，第二個就是介紹係一位妹嘅，我哋的嘉欣來到現場，嘉欣你好。大家好，我係吳嘉欣。哦，一開始我想要請問一下我哋的嘉欣哈，因為他可能看到講啊，細妹練武術，係唔係過辛苦嘛？如果中華細妹我也想要練一下武術哦，我想請問一下嘉欣哦，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說你剛得到2021年的一個全國運動會的女子組的劍術以及槍術的全能冠軍嘛哈，我想得到冠軍都不容易了哈。那我想要問的就是說，女生學武術會不會很累啊？會。对，但是就是想要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突破自我的人，對，就是覺得人家覺得說越辦不到的，我就越要做到這樣子。但是一開始的時間，一開始的時候，你有沒有覺得說，為什麼其他女生都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去上課，為什麼我要去做那麼累的事情？不會啊，因為平常還是可以漂漂亮亮的，對，就是沒有練習的時候是漂漂亮亮的啦。因為你像你這次得到一個全能金牌，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說你得到很多的金牌啊，你是不是跟我們講一下，就是說，在這個金牌裡面，你自己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說你第一面金牌是什麼時候？我第一面印象比較深刻的是100年的全國運動會，對，就是我們全國運動會是台灣最大場的那個運動會的賽事，對。那個時候得獎的那一剎那，你自己的感覺是怎麼樣？其實就是有點覺得不可思議，對，因為那時候自己才高中，對，因為其實那個是不分年齡的比賽，對，就是會覺得說啊，我居然把大學生啊那些，或者是大學畢業的一些學姐，就是贏了，覺得還蠻不可思議的。那100很能是你第一次參加全國運動會嗎？不是，那個是第3次。第3次了，所以說那前幾次的成績呢？第1次沒有得名，因為那時候才剛練，是對，然後第2次是銀牌。所以說等於就是你這樣子一步一步，從一剛開始沒有第一次參加沒有得獎，然後第2次銀牌，第3次金牌那樣的方式。那可是問題是你高中時候就得到金牌，那未來怎麼辦？其實我們武術一直都是有一直的在進步，就是我們有分難度分那些，其實它有改過規則之後，難度分也是越來越難的。對，其實我們難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有失誤的時候，其實就是很難就再拿到獎牌。對。所以就是到還是上大學之後，還是一直的在摸索，對，在練習難度。不會說這一次表現好，從此以後就是表現得很好。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說，其實，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其實你還是不斷的去保持自己的那種熟練度，甚至就是對武術的那種挑戰的一種感覺。其實金牌也就等於是你拿到之後，都等於是你達到了某一個你要求的標準，但是你對自己的要求應該還沒有到吧？對，就是因為我是自己是很喜歡突破的人，就是別人越覺得我做不到，我就一定要做到給他們看，這樣子。對。其實哈，我哋咧武教練就係有兩個妹會來啦哈，但是像頭先我哋嘉欣哈同一位妹妹，佢話有練武術，但是伊係嗰個細來嘅冇練武術，有部分人想要問一下我哋咧明忠教練啊，因為我知道說其實你們有2個女兒1個兒子嘛，可是我知道說像嘉欣啊跟她的妹妹其實都是有去學武術，但是兒子卻沒有，為什麼？因為我的兒子呢，他對武術比較沒有興趣。那反而我2個女兒呢，對武術就比較有興趣。那我們呢也不會去說，那男生一定要跟着學啦。只要小朋友他們有興趣的話，我就讓他們學。那女兒有興趣呢，我們就是積極的栽培她。那我兒子的可是我一個問題就是說，身為一個爸爸，比如說其實你也知道，其實學武術要這樣摔打，你不心疼嗎？很心疼啊，很心疼啊，所以我隨時都寵着他們。那他們練習的話，就是很認真練。那如果休息就很認真那樣叫寵着他們。對，為什麼叫很認真那樣叫寵着他們？一定要很認真的寵着他們練，因為你對他們越嚴格，
他们练的就越多。那当练的越多的时候，你说以后的对于比赛啦、表演啦，他们能够显现的就更多。这而不是宠着就这样让他们不练。可是嘉欣这句话你接受吗？你小时候的时候可以体会爸爸的用心吗？没有，就是该练的时候还是要练。对，像我自己就是会觉得说，爸爸就会说啊，可能今天会酸啊、累啊，他就说啊，不然你休息。我跟他说不行，我还是要练。我这个人很有原则，就是我一定要做好。对，所以我不会让爸爸很过度的溺爱。对。结果我还以为是爸爸会说不行，结果没想到是嘉欣自己说。对，怪不得我得到金牌，因为其实我知道，其实要得到一个金牌之路，其实都是一个很多的坚持里面所酝酿出来的啦。但是问题其实有些人常常讲，运动的时候会舒爽，像你在运动的时候有曾经受伤过吗？有，对，我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的十字韧带有断掉过。是，那复原了多久？就是正常人来说是用10个月到1年的时间可以回到场上，然后我是浓缩到半年，我就回到场上继续练习比赛这样。等一下，通常一般人是那样子，对不对？可是你浓缩，请问一下，你身体怎么浓缩啊？其实还好，是因为一般人士就是可能开刀完，不知道可能是。本来就有在训练，所以大腿的肌肉就比一般人还强壮一些，所以一般人可能开完刀之后脚是抬不起来的。对，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刚开完的隔天，然后医生就来看那个，然后他就问说来脚看可不可以抬起来，然后我就抬起来了，然后他就好，那你明天可以出院了这样子。所以说第2天医生来看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展现了一个运动员的一个恢复力，就对。对。那等于是回去之后，其实你的恢复期也比别人还短。对。那可是我问一下教练，像这样子恢复完之后，可以马上投入训练吗？要慢慢增加。要慢慢增加。对，要慢慢增加，因为让他多吃，因为我也本身也是做中药，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给他补充。那再来的话，让他慢慢增加。那长时间的练习一直在增加他身体的肌力啦、强度啦，这样。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比如说我们的很多体操啦、运动员啊，或者是一些武术的啊，他们常常都会说他们十字韧带一个算是断掉，或者是受伤。我想请问一下教练，就是说为什么照理说他们都已经那么常在运动了，为什么常常会发生这样子所谓的运动的伤害呢？因为十字韧带的话，它是在属于跳跃跟左右转会用到。那有时候练习的话，运动员需要难度，所以像我们武术的话就需要跳，像体操选手也是非常需要跳。对。当跳着地之后，这十字韧带如果你强度练习不够的话，就很容易撕裂伤。那撕裂伤之后，它不会一下子断掉了，那撕裂会再一直累积就断掉。所以像我们在用的话，像我们平常的话，为什么会让选手练那么多的基本功？就是要去强化他身体所有的机能。所以说练基本功其实是强化他身上的机能，以至于说他在做某一些难度的时候，可以相对应的是可以去保护他自己。对，可以保护他们。可是我想问一下嘉欣的，就是说像你自己本身什么时候才开始确定说你要走上武术这条路？因为小时候大概小朋友是跟着爸爸玩吧？国中的时候。国中啊？对。国中不是才跟正爱美的时候吗？大家才开始有约出去看电影的时候，就是自己喜欢啊，对，就是很喜欢这项运动这样子。可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是刺激你说我要走这条路的？譬如说我要谁是目标啊？那时候看到谁啊什么之类的？没有就是自己很喜欢这个运动，自己很喜欢这个运动，所以说从小是看着爸爸。对，那不错。所以说就变成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因为其实我想我们观众朋友对武术没有很熟了哈。那个时候有没有说你有没有打定主意说，既然我要走这条路，那这条路上我必须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譬如说我成为选手之后，我就开始训练要非常的稳定，或者是说要时间要更久，有没有开始这样的转变？有，其实成为运动员都是需要牺牲很多时间啊，假日那些的，对。然后像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假日平常一般的大学生都可以出去打工啊，或是赚钱的时候，我们都是接表演，
然后我们的训练也是比较长时间的，我们都是练到晚上11、12点的那种，对，这样子，所以就是让应该说牺牲很多时间，对。可是这样子的牺牲对你来说，你都非常习以为常，对，因为你自己有一个目标在这前面去。对。那可是对你来说，你最高的目标是什么？譬如说奥运有奥运的金牌，就是可以替中华台北打比赛，争取荣誉这样子。目前以武术来说的话，最高的一个应该算是武术的殿堂，大概是到哪里啊？亚运。到亚运，对，是。所以说亚运应该就是你最想要去达到的一个殿堂。对对对。那目前来说，你自己最擅长的一个武术的一个算是方向或者什么是哪一类的？我是打长拳的。是打长拳。对，长拳项目。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武术的一个内容很多嘛。那下一段节目的时候，我们会请教练来一一跟我们讲。但是在这中间之前，是因为你的体质适合打长拳吗？还是说你觉得长拳的那样子的一个招式是你最喜欢的？我们有分为长拳、南拳跟太极拳，对。然后像长拳的话是走比较潇洒的风格，对。然后像南拳的话呢，就是会比较呛辣的个性，因为南拳会有包含一些喊声啊那些的，对。然后太极拳的话，就是像大家其实平常就看到那种比较文静啊那种的个性的人这样子。观众朋友，看到更加好，你都发现到讲，其实我的那家庭看好了，真的看好了，让人个优秀的细妹，但是没想到其实伊是2021年的全国的长式同减式的伊的全能的金牌。但是你看人都谈到伊在讲伊在练武术的时候，其实伊自家要求自家个角度。其实下我在下我同讲我的那武术有分那几种的武术，马上过来哟。翻過來，福起來嘅相當節目，我哋來賓係來自我哋傳統武學嘅吳明忠教練同也冇嘅吳家賢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講，武術有乜個差別？我想要請問一下，好，請問一下教練，因為其實我們常常會聽到，國術、武術這兩個的差別在哪裡啊？主要呢，國術跟武術不同呢，國術它屬於傳統套路，傳統套路呢，它就是我們以前從大陸過來的時候，像有少林拳啊。還有我們客家最擅長的流民拳、金鷹拳、羅漢拳、太祖拳，這些都屬於傳統的國術。武術呢，它是屬於最近現代在20年前，84年大陸推展的。它把所有的拳派呢，把所有拳套路呢，組合成幾套正式的拳。還有南拳、長拳、太極拳、刀術、劍術、棍術，還有槍術，它們是屬於在國際競技上的。所以武術呢，比較屬於說是現代競技，那國術就是傳統。那這樣、等於是說武術是後來去把國術裡面各個不同派門的一個精華，把它給凝聚起來，讓大家有一個固定的套路去練習，這樣子比賽才有標準嘛，哈。對對。哦，原來是這樣子。所以說，但是那是武術，那一般的我們常常以前見的什麼少林術啊什麼之類的，就是屬於國術，傳統國術類的。傳統國術。那教練呢？教練，你那個時候是學什麼樣子？為什麼會開始走這一行的？我以前是對國術有興趣，因為在我們那個時代呢，沒有武術。那時候是國術。那國術呢，我們當初就有在運動，有在看電視，覺得有興趣，所以呢，我就請我的家人，我就到我們以前住潮州，但是我還是在高雄，在鳳山。那我師承是國術名師馬朝日。那我從小呢對這個國術有興趣，所以我們就來鳳山這邊學。我們那時候呢是早上回學校上課，晚上的時候下課就從潮州坐火車到鳳山來，練完之後住在我伯父家，那隔天早上再坐火車回去潮州讀書，這樣。那這樣子，你的師傅馬朝日師傅他自己本身擅長的是哪一類的？精英拳。精英拳。對，他擅長是精英拳，還有鶴拳、詠春拳。那這樣子，你在他那邊學了大概多久？
我在那边从我10几岁开始到现在，我还是有时候都会回去看我师傅，或回去练一练，也是30几年了，40年了。所以说但你现在还是一直有在从事国术的教学就对了。对，我现在的话就教，在我们武馆的话，我是教传统国术比较多。但是现在目前武术竞技的话，都是用让嘉兴在教。是，对。那因为我知道说，其实你是2018年第25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的中华武艺的一个得主嘛。对。那当初是怎样的一个因缘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奖项呢？我们这个新传奖呢，它是属于内政部委托资深青商会主办，它已经主办了应该有好几届了。那有一次呢，我们就是刚好在表演的时候呢，那我们高都资深青商会的会长，那王会长他就在问我说我们的比赛啦，还有我们的一些经历啊，那他就跟我讲说，那我推荐你来得这个新传奖，因为你教出了太多好的学生。那我说我有这个机会吗？他说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所以呢，那时候呢就把资料送一送。那也很荣幸啊，也很幸运的，就是有被录取。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奖项，其实就是在肯定一个长期以来都在做我们传统中华文化一种算是艺术方面啦，或者是在武艺方面的一种算是继续传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啦。所以我想，其实以吴教练这样子的一个资历得到这个奖，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名不虚传啦，应该是这样说。谢谢。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其实刚刚你有提到，就是说，传统武术就是我们的国术，好，跟我们的一个武术的一个差别。那这样子等于是说，嘉兴一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一个等于是有国术底的意思。对。因为从小就在跟着你学嘛，对，所以说嘉兴从小是跟着你学的是国术嘛，对，嘉兴从小跟着我学是学国术，那时候要学精英拳，那我们精英拳的话都比较凌厉的手法，都比较刚硬，结果他那时候练了，我觉得这小女生练这样，练成变男生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给他看了一些武术的长拳啊、枪剑的影片，那嘉兴呢那时候也觉得说，爸爸，我想学那个。那等于是说，当初嘉兴在跟吴教练在学的时候，其实他打的是我们传统国术的底子。对。那一直到他后来，你觉得说他可能底子打好了之后，他才去学所谓的一个武术竞技套路的那部分。对。所以说像我想问一下嘉兴，就是说像你自己。就像刚刚我们就是你爸爸所说的嘛，好，那其实你以前在家里面学的时候，都是属于我们传统国术那部分。那后来你再去找其他老师学长拳、跟枪术、跟剑术吗？对。那在学在这样子一个转换的过程里面，会不会有怎么说？譬如说以前学的那个技术、那个动作，然后这个长拳老师觉得动作是不对的，或者是说要重新学的那部分？其实从国术转变到武术的这个过程，其实转变还蛮大的。对，因为传统国术它就是比较注重很多的攻防意识。对。然后像我们之前学的精英拳啊那些，它的攻防意识其实是很大的。然后其实转变最大的是拉筋的部分。对，其实练传统国术还是要拉筋，可是其实它不会注重到那么多。但是我们在武术项目里面拉筋那是非常需要的。对，就是在我们做难度啊那些，可能在做一些难度，什么旋风脚落、劈叉啊，那些就是从高处然后直接落地开劈叉那种过程，就是拉筋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对，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在拉筋的时候，其实还蛮辛苦的这样子，因为起步的算比较晚，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小时候拉筋啊会比较快一点，因为小时候的筋会比较开。对，然后其实真正到要开始练武术的时候算比较晚了。国中的话拉筋就会比较辛苦。等于是说，之前所学的东西几乎是要从头学。对，就是武术的基本功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不管是长拳、南拳、太极拳，他们都有自己的基本功。对，因为我知道说，其实你看你还是剑术跟枪术的全能冠军嘛，因为其实那像这部分的话，你是那部分也要是另外去学吗？对，就是我们长拳的话，男生主要就是长拳、刀术跟棍术，然后女生的话呢，就是长拳、剑术跟枪术。也就是说，这3个都要会。对，这3个都要同时练，我不能只练拳。对，就是3项就是算全能的。是项目。那这样子，你的剑术跟枪术也是另外是找不同的老师吗？还是同一个老师教这2个？
对，就是一开始是到台南的台南的武馆学，是，对。然后高中的话，我是读中正高中，就是高雄市立中正高中，对。然后大学的话呢，就是在读台北市立大学这样子，就是一路上遇到非常多的教练。那像这样子的教练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或者是说在那一段过程里面，其实你是觉得特别辛苦的？我觉得每一段过程都很辛苦因为每一个阶段都会练不同的套路。是，对，就是我们的规定套路，可能国中的时候是练国中的规定套路，就是国际的第一套长拳，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呢是练国际第3套，然后到社会组的话，就是到大学的时候就是变自选套路。像我们自选套路的话，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编，对，然后再加一些难度，对，像我们武术的话，就是有难度分，难度分是占里面的2分，我们满分是10分，然后难度分是2分，然后动作质量分是5分，然后演练水平分是3分，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后来因为你后来念大学之后，这整个比赛的过程里面，到时候是会有一个专门的你自己的教练跟着你，还是说其实所有的动作的编排，或者是说难度的一个取舍？好，甚至是你刚刚所讲的那些部分，都是要你自己去准备，还是说其实你自己有一个专属的教练群？没有，我是读台北市立大学武术队，就是我们武术队就是会有个教练这样子，然后所有的套路的编排啊，还有难度那些都是以自己的能力范围下面就是编这样子，对，就可能我可以做到这个难度，我就把自己比较有把握的难度放到自己的套路里面这样子，然后动作编排的话也是以自己擅长的动作啊放进去这样。这部分我想请问一下教练，因为我知道说其实你们现在也开始有带小朋友嘛，哈。对。那以你们现在的一个武馆来说的话，你们的年龄层大概是从几岁到几岁？我们现在的年龄层从幼稚园大班，那到高中、大学都有。那但是我们会把班数分开啦，就是比较小的啦，小的就是在比较小班的。对。现在最小的是幼稚园大班。我们幼稚园大班现在有4、5个真的啊，小朋友打拳真的很可爱。那我们就是从到高中、大学都有。对，因为就像刚刚其实嘉欣有提到过，就是说，因为其实后来他自己变成一个算是专业的运动员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其实以前国术的一些要求跟后来的一些武术的一个要求其实是不同的。那现在其实你看在你们现在的这个馆里面，同时也有我们传统的国术跟我们所谓的一个武术的一个选手。那这样子的话，在课程的调配里面，会不会刚好融合这2部分？就是说，等于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拉筋要早。好，可是我们传统国术的拉筋并没有要求的那么的开，要那么多。那这样子，你会不会在你们的一个武馆里面去特别要求小朋友拉筋要早？我会，对，其实就是我会就是建议他们，其实小朋友拉筋虽然都很辛苦，会很痛，但是我还是就是希望说他们从小就打好这个基本功。对，其实不管基本功是分国术、武术，我觉得基本功打好，到长大都是把套路打好都是。基本功做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刚刚嘉欣说了一个重点啊，很痛。对，你看现在很多妈妈生的少啊，家里面都生的少啊，那小朋友说很痛，然后妈妈很心疼，教练怎么办？你要怎么去说服家长？在我们武馆呢，因为我们武馆在国内呢应该算是非常大的武馆，因为我们的武馆有200坪。那我们就会有设一个家长的休息区，那新的家长带孩子来练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在那边看，他会让小朋友慢慢的拉筋呐，我们也比较渐进性的。那当比较说真的，像有一些小朋友，他也是从小就跟嘉欣讲说，师傅我要当教练，我要当选手。我说真的吗？小就说他当选手啊？对，我说那你要拉筋哦，有可以啊，那我们就是会跟他们家长沟通，最多就是拉到这样子。因为其实像在我们的话，我对拉筋，因为我很舍不得小朋友哭，所以呢，在我们武馆的时候，也是有跟嘉欣讲，慢慢的给他们拉，但是最重要就是家长。然后我们在做拉筋啊、练习啦，像我们的影片里面都有，家长都会看，那我们也会把这些状态跟他们讲，那大家能接受的情况之下，到那个程度，对。可是我想请问一下说，现在家长把小朋友送去练国术或者是武术的一个开始的想法，大部分是什么？运动。运动。对，让他们运动，因为现在小朋友运动都比较少。对，真的。
是，所以在我们那边，可是问题是运动有的选择有很多啊，比如说直排轮啊什么之类的，为什么会特别选择国术或武术呢？因为我们武馆的话，教练漂亮，对，教练是我们的明星，这是招牌，没有错。对对，招牌。当我在开的时候，我在经营的时候，武馆还好。现在交给嘉欣之后呢，他嘉欣的一些比赛成绩啦，而且他的整个那个对于他的正面都对选手对学生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那这个家长带他的孩子来练了之后觉得不错，那他们就在另外就去找了，就是会介绍。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小朋友都是靠这样。可是其实对更加生意的来讲啊，虽然人家生意的叫我唔讲过多，但是其实爸爸妈妈我希望讲生意呢可以多运通，最重要的係可以正確嘅運通。就先下我哋下我哋買個多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善良武學嘅兩個負責人同我哋講，我哋一般的人睇看我哋的國術啦，如果我哋武術的一啲差別，這一部分我想繼續問一下我們的教練啊，因為其實我們常常以前會有一個既定的印象啦，我覺得說小朋友以前小時候可能學的國術啊或武術啊，到時候到了那種青少年的時候，剛好那種血氣方剛的時候，他就會出去打群架，那是這個樣子嗎？或者是說，對於因為其實有些可能真的是從小就有學過國術的小朋友，那你怎麼去讓他們覺得說，其實國術不是用來打架用的？在我們那邊學呢，以前的國術因為都有打擂台，那大家對以前國術的觀念就是打擂台，對，所以我們剛開始在推展的時候講，他們說啊，我們那小朋友怕去打架，對，怕打架，但是我們跟講。在我們這邊練，最重要就是武德。在我們武館呢，每一次看到他們都叫我師父，他們每次看到都要叫一次師父，看到就要叫教練。我們甚至教育他們看到叔叔阿姨別的家長也都要叔叔阿姨。我們從禮節開始，我們現在開始甚至教育他們看到爸爸媽媽要叫爸爸媽媽。所以呢，有很多小朋友到我們那邊來練習呢，我們都從禮節先開始。現在小朋友比較缺的是這個。那再來呢？我們在我們武館，我們傳統武學到現在，可能教書的學生應該可以算1000人。但是我們武館呢，很對於你到外面去打架啦，打群架這一類的話，我們是非常嚴格管制。真是就猛衝吼！如果你講，我可是練高一點技術以前吼，如真是顯擺一點的心情。定好了，好，那等於說教他們技術之前，一定要先把他們的心性給定下來。同時是教他們說，其實不是只有你們會哦，其他人也是會哦。最主要的就是這些武術這件事情，不是你學會之後是去欺負別人的，反而是其實你武術是除了是強身之外，其實有機會的話，你是去幫助別人的。對。但是其實吼，我哋會從來我看到有民眾教練的原因吼，是因為吼。我把嗰個生意呢，吼帶去參加無窮樣嘅，唔單止係表演比賽，而會帶去參加無窮樣發通。一本來的生意呢，其實會有信心，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我們聽到說，最常看到其實教練的時候，並不是看到他在教小朋友的時候，反而是常常看到說，教練常常把這些小朋友去表演。對，好，包括是我們這次屏東的台灣燈會哈，在屏東，或者是我們這次的6隊的一個6隊300的一個紀念大會，都可以看到吳明都帶着小朋友去表演。當初為什麼會想到要把武術跟這樣的所謂的表演做一個結合？武術呢，因為國武術被大家就是觀念就很神秘，尤其呢我們一些比較國術的前輩呢，他們都要把自己就比較神秘嘛。那當那麼神秘感的時候，你要叫小朋友來練國術、練武術，大家就會想到以前的打擂台。你要看我們的葉問吶，我們看呢都是打擂台，所以你這個運動呢，無形中就會被，因為這種關係就被壓制住。所以呢，我們就是我的想法呢，因為我可能我做過生意，而且我想把武術推展出去，在我們屏東
因为我是我们屏东县体育会国武术委员会的总干事，所以呢，我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出去表演，我们做表演，让大家在看表演的时候，啊，原来这个就叫武术，原来这个叫国术。那他们呢，小朋友越看越多，而且再来教育我们的小朋友，带我们的小朋友出去表演，让他们学到自信。我们109年的台湾灯会109哈，我们大班的小朋友站在那个舞台上面，小小只3、4个，下面3000多个观众，他还能够从头打到尾，声音喊得更大声。让小朋友让他们学出自信，也让大家这些观众看到认识武术，所以我们就是就多带小朋友出去表演。其实也是个创业吼，因为以前我哋对从我哋个天阳地表演哈，从我看到嗰种学国式的演、学武术的演，其实学我哋嗰种都挺强大。好，但是就变成讲有的位欣赏，无论有的声音嘅家长，因为话声音的学嘅真正会想到，但是相同我哋教练讲嘅，其实伊唔咩安尼的问题，其实连国术无论讲啊，连武术的话，伊一开始系即个运动，哈，同时嘛系本。又可以天数便宜的时候，天数便宜。最重要的其实也是一个规后卫的运动啦哈。好，他会觉得说，其实你看我今天在上面打得虎虎生风，这个真是我们知道在所谓的台上1分钟，好，台下10年功，对，台下10年功，等于是说他平常拉筋啊、哭天抢地啊都没人知道，但是你看哇，上面的时候打得这么虎虎生风的时候，下面那些人哇是真的是对他鼓掌。他会知道说，即使他没有像嘉欣老师这样子变成选手，但是至少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不管是他是变成一个运动，同时他也是一个增进自信的一个方式。那这样子，当你带出去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其实那个教练也会跟一些我们的剧团做合作嘛。对对。那怎么当初会跟剧团搭上一个关系呢？因为我们在第一次表演是在那个100年。6队运动会在竹田国小，在竹田国小，对，竹田国小我们做一个开场的表演。那时候我们竹田乡公所就要求说，那只有你们表演的话，那有时候太激烈，因为太刚硬了。所以他就跟我讲说，那我们可以跟顿悟剧场啊，跟我们一些就我们客家的我们一些剧团合在一起，要做那我们就那时候就开始一起配合，一起配合。问题是。推给的剧场做批他们时间，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去开始跟他们做配合？比如说什么时候，就是他会有个总导演嘛，然后告诉说，这个地方武术队出来，然后这个地方剧场出来，是这个意思吗？对，那就2个再慢慢融合在一起。那可是他要什么样的动作？是他要先跟您讲，还是说你先设计好一个动作，让他去觉得说，这个动作跟他的整个剧情合不合，还是说其实你们之前都有开过一个会议？我们之前我们在表演前都有开过会议，但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国术是一个很刚硬的东西，那跟我们客家的表演，它比较算就比较柔，对，比较柔，所以刚开始是比较难组合啦。真的前几年的话，我们每次在组合都是。我们的鼓打完，我们的鼓打完之后，进来我们的美浓伞那进来，好，那我们再来武术进来，然后过来再进来，这样交叉的。但是我们今年呢，会整个是用我们客家女性，我们用武术，用我们客家的女性的柔美跟武术合在一起，让嘉欣他们已经开始在筹办了。等于是说，你看，在这么长期的一个开始，不管是跟不同的剧场合作啦，或者不同的导演合作之后，你也慢慢的去发现，就是说，怎么去把传统的国术、传统武术去跟现在的剧场做一个结合。对于你来说，你也学到了蛮多。对。因为我们提供，其实你睇下边个6队300纪念台北地位，好，你的有表演了哈，就是在这次这个6队300纪念大会里面也有上台表演。对。那当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参加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呢？因为客家的这几年的话，大概我们客家的活动，可能因为我们位居竹田嘛，我们是中堆，所以呢，像我们6堆100年的时候，我们去环岛，我们就代表中堆去环岛。过来的话，在6队运动会表演，开场表演，那我们的一些客家的活动呢，他们都会邀请我们，所以就无形中就整个就是会站在一起。
对，那时候其实等于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契机之下，也让那个教练开始去了解说，客家文化是什么，同时它跟国术啊或更是武术未来之间的一个相互的连结，可以达到怎样的一个境界哦。那这部分我想问一下嘉欣，因为其实爸爸这样讲完之后，其实你发现他跟你以前当初学的，不管是可能爸爸学这边的学国术，到后来你自己去学的武术，其实已经是又是走出了另外一个方向了。对啊，你自己对这样的转变，你自己觉得呢？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在传统武术还是竞技武术方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把竞技武术跟传统国术结合，然后带到舞台上，让更多人认识这个运动。对，其实就是推广。你觉得它的接触面有更大吗？有。其实就像我们大学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是武术队，然后有接过各式各样的商演，然后我们也有在台北小巨蛋的全国体育表演会跟总统的就职典礼都有演出，就是把武术这项运动，然后把它搬到更大的舞台这样子。所以说等于是之前就有这样的类似的经验啊，对你来说。对，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学到很多武术的编排啊、表演这样子，其实也跟很多的运动项目有结合，对，然后自己回来这边之后，自己回来开始接武馆之后，也是希望就是把自己的武馆再宣传出去。然后，其实，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还没有想说把武术跟战鼓结合，对。然后回来之后发现，我们的战鼓其实就是在国内也是算是蛮顶尖的，当然也可以把我们武术跟战鼓把它结合，变成一个新的东西。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嘉欣，就是说你对于真的想要从事于武术的小朋友来说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我希望他们的心理状态要很强大，很坚持。什么叫心理状态很强大？就是因为拉筋啊会痛啊，会很辛苦，所有的运动都是非常辛苦的。对，就是所有的运动都是很辛苦，但是就是一定要坚持。观众朋友看今日节目，我发现到我其实更加点，唔啲喺国术、无论武术同埋技术节的项目已经蛮就冇同样啊。技术我认为讲，嗰種依練武術嘅話，係話學我係會大意，但是更加對更加來講嘅話，而唔單止係可以喺啲規劃運動，可以鍛鍊自己同時，嘛啊鍛鍊自己信心。最重要嘅係，伊更加嘛可以變成一啲推廣嘅一啲項目嘅。今天非常感謝兩位來到我們現場，跟我們講有關於我們的國術跟武術的事情。謝謝主持人，多謝大家。如果大家有來到屏東竹田的話，歡迎大家來到傳統武學老寮。有時候我哋聽下你時常來，運動一通哦。